首先呢，南挑战新影响由当到地方路基流失，到呢个位置，家家所在都很注视临时偏途通行。其中，新中湾公路103公里路段的偏途，唔但像路当合，行个弯，首先提起的公车冇法度通过，學生嘅上下課都係要家長來接送。我最近也不過都可以做弄最無限嘅時間，所以大家都希望公路局做啲改善偏途路況，解決地方嘅交通問題。彎嘅臨時路整合，細海也經過嘅時節，都係標滿速度4年嘅通過。另外，本來當日固定為4個月嘅路段嘅客運車標，到呢個位置也唔敢4年來。地方民眾講，新木村同通拿社區度差唔多有30萬嘅學生都係坐公車去同富貴中上課，呢下公車無法度行，大家都知道只唔利便。學生咧，安太親，大家家長愛載，啲麻煩啦。啊，像做啲家長，另外問家長就做些嘛，啊，我人民學院嚟走，啊，我哋啲落課嘅，我醫生嗬無茶咩做啲錯啊，啊冇然後載啊。唔過，石頭呢條整合嘅臨時路項，行係實看到沙石車同父母內車來去。未然之下呢，公路局同客運業者來會勘嘅時節，小地方居民提出建議。討路嘅情形盲開先前，客運業者實暫時用中型公車來行駛。對下呢個建議，客運代表講會同公司反映。另外，新義公務團未進行，會向包商做評估，結果改善呢條臨時路。因為這個太彎了啦，所以說盡量以小巴為主了。但是小巴進去的話，也要顧慮到那個載客的人數了，不能太多啊。原則上可行的話，我們會盡量給它拓寬到那個大型車輛都可以通行。那預計我們工期大概2個禮拜來處理。公路局講，因為呢條路個冇結構，所以做復建工程，所以臨時路無法度做太大嘅改變。唔過會盡量嘅做到大型公車實施未來嘅路況，來解決當地居民交通嘅問題。客家新聞李鳳琪南條報道。